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队自2007年开始呢，就甲别人管出来中古电脑重新整理过，甲这电脑送去非洲、中美洲、印尼等国家，准备出发去到昆雅的志工呢，今年已经传170台的电脑，卖送去昆雅，予当地学生囡仔使用。 昆雅学生用歌声欢迎台湾志工，清华大学国际志工，今年7月迄热，拢甲木一台电脑送来到这，互昆雅囡仔有电脑设备通好使用，卖帮学生上电脑课。I choose computer subject because I want to make my future bright. I want to make my future well, and I want to make through computer. I think I can achieve my dreams.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s at home, I see my cousins and my brother work on gadgets, so I had a curiosity on how these things work. So I thought that I would venture into the world of computers to get more better understanding. 台湾志工指出，当地设备欠缺，过去老师上课拢是由老师操作电脑，学生围在边仔做笔记。不过学电脑无罔想要学会晓，确实真困难。所以今年台湾志工募到170台电脑，准备送到昆雅。在当地，我们有遇到一位女同学，她曾经因为课业表现不良，没有自信。那在参加我们计划之后，有重拾自信。那现在已经是该学校的资讯社社长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同学去做一些物资的这个募集哈，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训练啊，让学生呢能够实际的去体验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把爱给送出去，怎么样去帮政府做国民外交。自2007年到今，清华大学拢总累积有超过700个学生，用第一电脑学到的专业去修理中古电脑。 甲二手的电脑修理好势，送去较散车的国家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应用行动，甲台湾的爱送到全世界，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好。记者杜君豪，新潮报道。